Hello， 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精彩，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小酒来去 ，Follow me， 陪你看世界里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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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地球人就过来，哔哩哔哩哔哩哔，广告要开始 ，Are you ready？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欢迎阿朱阿姨来到乐乐的飞行图书馆。乐乐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上介意耍电动看放假的阿朱阿姨。阿朱阿姨你好。阿朱阿姨，大人嘛会耍电动看放假哦。当然啦，阿朱阿姨吼，佮甲耍电动所练的绝招用伫咧我写的故事册内底。足特别咧，阿朱阿姨要分享的故事，敢嘛有妖怪的关卡？我感觉有呢，阿宽琴甲魔法提琴是迄个故事，内底嘛有妖怪甲神奇无？哇，足期待的，赶紧来听故事。音乐料理店是落月树林生意上好的餐厅。料理店有3项成人客法宝，头一项芳开传千里的阿母的手道菜，食过人客拢学到甲会搭字。第2项是阿爸的好记忆，每一个人客的生张甲相片拢记甲一清二楚。第3就是笑眯眯、骨力好咧阿宽琴，伊是真侪家长所认定的乖囡仔。第3项法宝，互琴甲料理店的生意是抢甲掠袂牢。哇，餐厅真正足侪人诶！不过，自从阿宽决志要做音乐家了后，店内人客就敢若落水去拄着日头光，一日啊就无看得影。是安怎人客无去啊？伊敢若搁唱歌，就是伊规心拢咧想唱歌过来，就安尼一直说一直录，一直说一直烂去啊！拢烂去，你敢说敢烂去啊？你有讲到一点，阿宽琴洗菜敢若无介认真，而且伊唱歌阁无啥好听。阿宽逐工开嘴就是咧唱歌，伊的歌声敢若鸟咪老师用尖卡绕咧绕后帮，噪耳阁歹听。除了几个耳孔重的老阿公掠歌，其他的人客一听到阿宽就会随撞出去。就安尼，兴家料理店的生意是愈来愈歹。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免烦恼，阿爸有想到好办法。迄天暗时，阿爸伫牛阿公的古物店内底找到一支半古老的小提琴，然后阁买一张圣诞卡，顶悬写讲：“亲爱的阿宽，你真适合下琴，望你成做出脱的演奏家。”啊对啊，这个乐器叫做小提琴，只要像吉他曲安尼记过来，阁记过去就会使啊。圣诞阿公。哇，小提琴呢？我上介意收到礼物啦！大家认为是安怎？阿爸要送阿宽小提琴？就是讲，因为阿爸认为阿宽会当成做一个音乐家，因为阿宽有讲，伊本来是想要演奏乐器，毋过因兜无啥物乐器。因为伊无希望阿宽嫌伫咧厝内唱歌吵着人。安尼代志敢有变好？无啊，
诶，小提琴的搁较真都是差，加油加味素，是遐茶体会，毋都是加油加味素。天差得啦，天茶咧得咧。无毋对，代志哪像无照阿爸想的迄款。阿朱阿姨，阿宽有介意圣诞阿公送的小提琴无？阿宽就介意圣诞阿公送的小提琴，虽然是小看旧，毋过伊自出仔就无要伊。但年的寒人料理店会休困2个月，阿宽拄好会当趁这段时间伫店里认真练习记小提琴。春天若是到，伊就通好，互所有人欣赏伊练习的结果。是讲阿宽的小提琴，敢若也是亲像迄落鸡仔声，敢真正会当演奏互落外厝内的动物朋友听？春天才拄到，阿宽就等爸父要演奏互大家听。毋过鸟仔听到阿宽记小提琴的声，早就嘁嘁喳喳飞甲远远远。啊！若兔阿公阿宽琴就要要踩好势，就气噗噗冲过来。闪啦！莫来交叉我的破事叫！就连边阵内底的水鸡嘛拢咧唱讲：阿宽琴有一支小提琴，咕噜嗦咕咕嚓啦，咕咕嚓啦，咕咕嚓啦，咕咕咕就嚓啦。哎哟，阿宽一定足伤心的。无毋对，阿宽是见笑减受气，小提琴开咧走倒去厝，伊甲家己关伫房间内，滴滴练，滴滴记，滴滴练，滴滴记。伊连续记1天1暝，2天2暝，3天3暝，一直练到经甲现一间出花烟。到尾煞烧甲变火赴，一声阿宽嫌的小提琴乌有去啊！啊，阿宽敢真正放弃啊？阿宽哦，险险啊，就要甲放弃啊！毋过，老外厝内的动物朋友看到原本乐痛的阿宽变甲忧头甲面，大家做伙想办法，建议阿宽会当会掩心小提琴。掩心小提琴？无毋对，掩心小提琴就是互人看袂到的小提琴。大家敢知影是安怎厝内底动物朋友要建议阿宽会掩心小提琴？因为阿宽伊咧会掩心小提琴，伊家己嘛足欢喜。伊虽然无小提琴嘛，毋过伊嘛是会使建议家己心内听会到琴声。因为伊自细汉就少爱小提琴，所以就准讲是掩心的，伊嘛共款介意。厝内底的动物，大家拢甲阿宽拍抱啊，学到伊会甲有够赞。大家拢真好。奇妙的代志发生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伫热天一个月光暝，阿宽看到树林内的月娘光，伊随开喙发出声。遮尔礼道的月娘，捌伫月光中看到醒醒的阿宽，不知不觉甲掩心小提琴举起来，就开始演奏。才下无几个尔，就听到天顶出现凄惨的哀叫声。一个穿白衫、戴白帽的查某囡仔，徛一支呛烟的扫帚飞来阿宽的面头前。你有要紧无？你敢有着伤？伫查某囡仔幼秀的面帽仔顶悬，竟然有一支喊大、歹看，敢若是拔搭的荧光片，片头一粒记，面顶全是毛。查某囡仔目睭拢无看阿宽，看起来真惊吓伫世界上，敢若咧找啥物？用伊骚骚的声对四口位仔大声话。是上好该我倒摆人才会变走笋，给我乖乖出来！我要甲你滚倒！虽然阿宽去互查某囡仔的歹声扫吓惊着，毋过伊原来足有礼貌甲应讲。这个所在除了我以外，拢无别人啊！我拄拄啊伫咧遮演奏。演奏啥物？这个时阵，阿宽发觉伊原本白泡泡的面容，一目呢就变做一个鸟鸟啾啾的鸟仔面。阿宽惊甲目睭直直呢，伊吞一下喙烂，才阁勉强开喙讲：我伫咧小提琴。哼，莫阁骗啦！小提琴的琴声，我才无咧准问。紧讲，迄个可恶的音乐魔法师秘伫倒位？音乐魔法师？阿宽琴敢是音乐魔法师？
阿宽想要赶紧证明伊毋是音乐魔法师，所以伊随摕出掩心小提琴，紧甲下落去。别讲天的我，听歹到有，礼动紧，礼动紧。伊真正是倒摆翁姐，伊讲的话是倒摆的。是讲吼，阿宽根本就听无白衫查某囡仔咧讲啥，伊敢若听有紧紧紧，所以伊就愈会愈紧。礼动紧，礼动紧。搁较紧哦！好，我搁较紧啊！你莫生气。阿宽甲伊的颈想做一只花豹咧边洋走动，这时阵查某囡仔变做恐怖的老翁姐，身躯揪缩甲若像一粒球，爱叫声尖阁歹听，伊的手里阁有惊人的魔法棒直直比来比去。礼动紧，礼动紧，真正搁会较紧。阿宽感觉真忝，无奈何，伊目睭开开，甲手里的颈吹真崩，那芳蕉咧失果，就安尼。听着翁姐叫伊动咧，阿宽规身躯照轻松，伊甲目睭踢开，煞无看到迄个奇怪的翁姐，敢若看到涂骹有一束白衫，甲魔法棒。发生啥物代志？翁姐咧？阿宽是音乐魔法师，也是讲严心小提琴其实是魔法小提琴？豆豆，你一困问少侪问题。阿宽甲魔法小提琴，毋是阿祖阿姨用一两句话就会当讲完的故事哦。希望大家会当家己去找出好耍的故事内容。安尼，阮敢会当问阿祖阿姨其他的问题？当然会用的啊。是安怎？虾甲料理店因拢是大只虾，那其他动物拢袂惊虾。有欠的问题真好，亲像这种囡仔个合作动画，动画世界内底动物甲咱同款，大家拢是好朋友。搁再讲，真足甲想咧，咱伫生活中，敢毋是有影足成无同款的动物，有无同款的个性甲特色？你敢会感觉阿宽因规家伙仔拢有淡薄仔憨直，淡薄仔故意，所以我就用鱼这种动物来代表。那换做美好料理店，是毋是流啊怪怪咧？伊是安怎解除魔法咧？伊比一个是安怎就会当解除魔法？倒摆翁姐，伊的世界拢是倒摆的，别人听袂到的声，刚刚那伊听会到，所以阿宽嫌的掩心小提琴本来是足恬静，不过对翁姐来讲，算是致命的噪音攻击。阿宽伫无意中的掩心小提琴，看起来敢若是咧比动作尔，所以有魔法伫咧内底哦。这一切拢是倒摆的。倒摆翁姐的感受，甲大家拢倒摆，足好笑诶。安尼倒摆翁姐一定嘛足无介意这本册，因为这本册伤好看。多谢阿朱阿姨甲阮讲遮尔特别的故事，后摆还阁来佚佗，拜拜。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阁做伙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